闽南语连续剧《大下厝》。OK， 你讲迄条桥是遮，你即摆就伫桥下骹。你讲迄个洗衫所在伫头前尔。多谢你。OK， 啊你一个人到我倒？无要紧啦，我想要一个人吼，也遮静静的。啊，无安尼啦，你看我吼，才能过来甲我载。好啊。文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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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别别，家己，我会帮你在等你等。我会输。我卖想你。文英，你放心，咱两个人约束，我绝对袂去也放袂去。文英。文英，文英，文英，文英。你有听到我咧叫你无啦？你有听到无啦，文英？救我！你现在要救我啦！这等你后摆要治啊！我先问你，你是安怎要死啊？我看到文英，我看到文英啦！啥？你看到文英？等你目睭安尼，你敢搁看有文英？啊无你先看我，看我即马较大，看我较瘦，看有无？看有无？我看无，我看无啦！煞唔知看无？啊！我
我生不如死，我伫咧等家，我找无路摸无门，连甲你放屎叫都无法度处理，你知影无？我已经扯命啊，我已经扣角啊啦！我都活伫这个世界了有啥物意义？规气我死死会较快活啦！头家啊，你的目睭也毋是真正无药通医啊啦，凡是你的目睭会阁光起来，你即马就来死，你到时阵毋着去找包大人化安弄？后啊，你知影无？我即马活伫咧等家哦，一点仔尊严都拢无啦！我连一天哦，都无想要活落去啊啦！你即马着我哪知影什么叫做无尊严，什么叫做痛苦啊吼？你若无爱家己想看卖，过去有偌侪人互你害甲钱惨落魄艰苦坐挂，你着有两个某啊，你有好唔知补，安尼乌比白变。你讲要娶文英啦，结果咧，你有甲照顾着无？害伊即马煞死甲遮艰苦啦！反正哦，参你有关系的人，大家拢着爱互你拖累着啦。所以你我哪免乱谈啦？你即马会遮艰苦，拢你家己做得来啦。拢是我唔对，我唔对，我唔对啦！这是我的报应啦，报应啦！阿啊，你我死好无？你可以我死死的，我较快活啦！啊！头家啊，我若讲捌讲哦，男子汉死不足悲，可比死而无补。叫你听有啦，你有读册，你听有啦吼。你听我后后啊，甲你考劝一下，莫淡仔要死要活无较抓啦。我看我爱赶紧转去照顾你唯一迄个某，安尼较实在啦。啊，为真哦，你若要搁去自杀咯，我安尼甲你救开啦，你有哪死袂去啦？好啊，我求你，我拜托你，你别甲我送去当家好无啦？你别甲我带转去。袂用你啦，你爱转去当家啦。我不爱，我干嘛死在外口？我无要转去当家啦。后啊，后啊，后啊，你伫倒啦？你咧创啥？后啊，我人伫遮啦，我袂死的啦。我即马要遐衫互你穿啦，要带你来互医生看啦，安尼好无？无代无志，做你的辛劳做20外冬，那，你的衫先穿咧啦，来，拢落啦，头家啊！阿妹啊，头家还袂转来？啊袂呢，最近出什么代志？莫后白讲啦。阿元啊，这几工啊，哪拢无看到恁表兄？阮姨丈这阵仔身体无好，伊倒转去照顾伊。哦，啊，你一个人爱做遐尼侪工课，敢会伤忝嘛？头家娘，头家出去，甲这当阵还袂转来，你爱烦恼的是伊。回家，好。回家，好。哈，还是拢发生物件？哎呀，阿某呀，你若遐无细致啦，一个生活啊，参咩我伫遐拢甲弄两破，我明仔载是要哪做生意啦？你当时娶某我哪唔知？你也无甲我通知啦？头家啊，我自细汉伫恁兜大汉的吼，你也一个唔知影，我口无亲无情也无朋友，我就无办到请人家你。上届无吼，你嘛甲我通知一声，我当来啉你的喜酒啊。好，头家，歹势啦，我甲你袂失礼啦。无，咱就要来去才讲啦，吼。睡觉，等，等啊。睡觉，我都要。
哦，这啦嘿，这好。阿福啊，地府叫什么名？你唔着甲阮介绍一下？哟，我怎样叫袂记得啊？来，阿妹，入来啦，入来啦，叫你你就无听到哦。进来，来，头家，我来介绍，这阮某，阿妹，这阮头家啦，后摆路头路要拄着吼，拢叫头家，赞。地府啊，你好。阿妹，我同阮头家哦，巴肚枵到要死啊！你赶紧入去传染队，紧去！叫你去，你无听到的，紧去啦！哦，你脚手够慢呢，行紧的啦！头家，小管，无钱带饼歪，叫伊去做你去做，伤假我就甲塞了。阿福啊，我对恁某吼。这尔歹声扫啦，是讲吼，伊拢无出声，无讲话，是毋是无反应过哈？你都唔知影头家，这组人哦，偌杂念呢，不三时间甲念讲阮耳耳讲叫阮叫，我即马规气，这阵拢叫莫讲话，当作下教的。乃煮一个饭煮遐久啊？吼，是头够慢的。头家茶糕就食啦。要啉茶你家己停啦嘿，歹势，我一摆来甲看卖，一摆甲水者，吼。文英啊，是你啦，我会叫你按摩的吼，实在是无法度的度啦。你为啥要甲带倒来厝？为什么？文英啊，你敢知？伊囝遐要死，你知唔？对吼，一个你定去洗衫迄条溪啊啦，伫遐吼，伊要叫你自杀呢，毋好你甲我看到我诱导转来，我吼，我千箍钱万箍钱叫伊转去，伊都毋咧，我要甲带转来厝要安怎？伊袂转来谈工，一定是为着头家。文英啊，因人某的代志吼，咱也无法度通插啊啦，关键咱即摆会当做的吼，对吼。总甲按家咧食，伊甲顾正伊家己愿意要转去厝的，按就对啊。还免来伊个，伊住伫遮，总有一天会知影我搁活伫世上，到时阵是要安怎？咱就较细致的就好啊你。咱两个会当细腻，毋过厝还搁彩虹节，因为有时候有时歹。到时阵才讲出来，是要安怎？我也无想到这样。文英啊，无安尼，归去，你家小心，俺代志就对啦。袂用的，周文英已经死啊！你讲的。周明英死是因兜死，也毋是咱兜的周明英死啊啦！咱都随时会当搁活下啊，敢毋是？就算讲我活起来，搁会当安怎？可是我若甲坚强小你，我敢是替我甲家己选择一条死路，敢是？
都房间无够哦，委屈你，困定你啦。暗暝陪你食哦。啊。人有找到无？天拢要光啊！俺会去倒啦，会去倒啦！老天爷，你先卖掉。我哪能卖倒去啦？因为这边你知无？伊若出什么代志，我要安怎？我想要